咁啊，琴日大家咧就開始睇緊32強嘅淘汰賽啦。咁啊，Day 1第一場就係南非對主辦國之一嘅加拿大。咁啊，大家睇咗成場嘅悶波啦。咁啊，雖然咧攻勢就係加拿大多啲嘅，咁啊，但係控球時間咧係南非多啲嘅喎。咁啊，呢一場波去到咧補時階段啦，最嬲尾嗰幾分鐘，突然間有一次嘅機會，加拿大喺右路斬個波出嚟。入到禁區，咁啊南非嘅中堅咧頂翻出嚟嘅時候咧，冇人看管之下嘅加拿大嘅隊長喺禁區外射咗個彈地波，收死咗南非嘅龍門。咁啊就憑住呢一球1-0小勝咗南非。咁啊賽前大家都覺得加拿大係會贏到南非嘅，不過過程咧就比較膠着啦呢場波。咁啊加拿大都打破咗佢哋國家嘅歷史，第一次殺到入世界盃嘅16強。而下一場嘅對手將會係荷蘭或者摩洛哥嘅勝方。咁對於加拿大嚟講，下一場呢就非常之難打噶啦。咁啊睇下加拿大嘅發揮又會係點啦。咁啊聽晚就精彩啦。咁啊日本呢就會對上巴西。咁啊大家都諗翻起以前我哋細細個睇嘅足球小將。咁啊終於呢真係喺現實世界我哋見到日本會對上巴西。咁啊呢場波欣賞性就大啦。咁啊，近年嘅日本隊咧喺世界盃嘅舞台對住啲歐洲嘅勁旅強隊，可以和甚至贏到啲歐洲嘅強隊。咁啊，今次咧就面對南美嘅球隊巴西。咁究竟日本有冇能力打和巴西，甚至戰勝巴西咧？大家都會好想知道噶啦。咁啊，今晚咧繼續上演32強嘅淘汰賽 Day 2。咁首先出場嘅就係巴西對日本。咁啊呢場波咧，我估巴西會4-2擊敗日本。咁啊始終啦，曾經喺世界盃歷史上面拎得最多嘅國家巴西。咁啊近期嘅巴西隊嘅球員卡士當然唔及以前咁勁啦。咁啊講到底，巴西唔係一支嘅歐洲嘅球隊。咁啊日本有冇方法擊敗到一支唔係歐洲嘅強隊呢？咁啊，值得大家去留意呢一場波啦。咁啊，我估計巴西咧係會擊敗日本，晉身到下一輪嘅賽事。咁第二場波咧就係我愛隊德國。咁啊，德國喺32強咧就會對上巴拉圭。咁啊，世界排名咧高巴拉圭一班。咁啊，德國上場波啦，小組賽尾輪啦，第3 round 就睇得冇咁好嘅。咁究竟今場波會唔會打返出水準呢？咁如果德國嘅整體發揮可以發揮得好啲嘅話咧，整體上只要揾到進攻同埋防守嘅平衡點，我相信德國咧係可以擊敗巴拉圭。咁我估呢場波德國可以3-1擊敗巴拉圭。咁啊德國應該穩陣入到16強，晉身下一輪嘅賽事。咁不過咧個考驗唔係32強，咁德國隊嘅考驗咧將會喺16強度。咁啊，好大機會入到16強咧，就要對上近呢10年無論正選或者副選板凳深度較高嘅法國隊。咁啊，德國隊個難關應該係下一 round 嘅賽事16強。咁聽晚嘅尾場就正嘢啦，世界排名第7嘅摩洛哥同世界排名第8嘅荷蘭就會喺32強對上噶啦。咁世界排名真係唔係差太遠嘅啫。咁究竟呢一場波整體發揮又會點樣呢？一場定生死嘅賽事，輸咗就翻屋企噶啦。咁啊，我相信佢哋會打得比較穩陣。咁啊，我估計90分鐘法定時間裏面嘅比數可能係1-1。咁可能呢一場波需要打加時。咁啊，加時先分出勝負。咁我就會覺得荷蘭勝算會比較高少少嘅。咁我估呢一場波去到加時咧，荷蘭可以以2-1擊敗摩洛哥，晉身16強。咁今晚3場波，唔知觀眾又點樣睇呢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。如果仲未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 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